边啊，伊个钱哦，伊阿忙的时候拢学白压。哦，吼，迄1000个当做100啦。啊你咧，你无当边啊扣？迄叫啥一步哦，几步一消费？一步，嘿。啊，就一吼，大家本后吼坐伫个边啊，就唔甘咩？说唔甘咩啊？后来你有没有剪对啊，啊我？想讲迄若好，我唔知要落。啊，你当小妹，你就要在旁对啊，边你就要剪紧去嘛。换衫啊，换迄个开叉的对无？你感觉今仔日去哎，输啊呐？伊就临忙的时阵哦，伊会当做你嘛是小姐啊，对喂不？我对啦，这样是对的，没因为你是为了大哥好嘛，鳌拜啊、永健的交手，对啊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钱还给他。哎，你不一定要还给你，还给亚萍姐也可以啊。欢迎台视徐徐伟特别来宾，张秀清，哎呀，人晓记记哦，对算的歌嘛是晓记记啦。哎，我拢甲你学的呢。你想到哎，你就晓得。哦，原来姊啊，你是晓得，我唔你知啊。跟我讲一个你知哦公，你帮我讲一个公平的话，讲吧。公平的话，讲正的话，我嗯看有像伊安那个啊。因为叶姐做无聊啊，伊晓甲哪点知，有法度骑脚踏车去菜市啊买菜。啊，佮讲偷唱啊，嘿啊，对啊，因为迄人是你是破信讲，的破事，你是啊有啊，哎，你毋知偌济人伫你尻川后壁，伫遐看你的尻川，伫遐骑脚踏车。哎，我看你才晓，你尻川爱对我安尼敢对？哈，你有红的人你哎。哎呀，你讲想去堆去啦。哎，今天以我熟悉恁两个遐久的这个感觉哈你，讲一点公道话。哎，姊啊，该晓无？哎，啊，无啦，伊啦，你看，你看，伊晓得，讲真的。跟他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啊你知道我是很保守的，很传统。我只要过是晚上6点钟，我就不出门。哦他是晚上6点钟一定要出门，他就一天到晚跟一些猴群狗党，然后跑出去那种夜店喝酒，喝到醉，天亮才回家。对啊，有偌济朋友拢回嗨，你知无？叶姐，我无较高尚，我无咧走夜店，我拢走迄个那家西有无？什么5月花、6月花，因为我拢对小刘去，你知？对刘福柱大哥吗？对啊。哎，老人家你安尼讲拖去，安尼敢对？无呢，人伊感觉伊家己做少年去的。啊，你拢去的时候在啉酒哦？你那拢爱甲老伙仔做伙是啊？袂啊，像我甲蔡小虎嘛，定做伙啊。对啊，啊甲罗时丰啊，你算有那老伙仔吗？你可以跟小刘这么，就是说可以和在一起买和在一起。你这是什么玩？是安怎是什么玩意？你也当个公有话安尼？其实吼，不瞒大家说，其实小刘，他的本性是蛮幼稚的。我真的这么天真呐，天真呐，伊做幼稚的，你唔知吗？我唔知，因为我较少甲伊斗阵啊。像像伊吼，甲阮做伙去迄落有无？迄 pub 啊，有迄，因为你就知影迄做老弟的嘛，啊，就做侪人拢少年啊，有无？都是那种7年级的，就在跳那种跳很辣的舞就对了。然后一定会拿名牌包包香奈儿甩这样子。好啦好啦，是好啦，卖口口音啦。小刘嘛伫遐安尼啊？嘿，无，伊是安尼。啊你若讲啊，袂啊是啊，有啊甲我台啊，叫啊天，他是跳这种就对了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伊跳迄个台中恰恰，台中一流诶。来秀一下，现在最流行来，的，我请。来，台台甲笑嗨嗨，无情的你放杀我，害我当作世外，今你的伤心舞台。天，转一圈转。这是从台中流行的吗？没有那表情健，要很贱，对不对？要表情。啊，有表情，贱脸怎么脸表情？唱一首伤心的歌嘛。好啦，我哪变你的变？无啦，我的变刚见脸是不是？不是，光见脸就马上模仿我的表情。没有，不是啊，因为这那种感觉就是要很不屑，有没有？哦，像我这样，我真的觉得像叶姐那个唱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哈。啊不，咱两个一改，来，咱两个来跳一下。好，来，预备起，见脸，阿伯。唱一首伤心的歌嘛，唔敢哭出来。我以为要转圈圈。伤心的歌，叫甲笑嗨嗨。无情的你放杀我，害我当作世外，徛你的伤心舞台。赞，这个赞。
就是你刚刚跳的舞，其实就是要配合那个脸。难怪因为我都是台中人啦。台中人，我台中人，我这种贱的。较高贵啊！我别讲。我甲伊去迄做一个迄个买艺，迄讲我嘛主持哩。我就伫咧台顶，就主持足无。你买跳小刘？哎呀，无啦，嘿，伊就伫台卡等，甲迄个陈秀玲两个，拄啊桌顶有放一罐高粱的，58度的哦，大罐的哦会落的，58度的哦。结果呢？我一场才主持一半尔，一罐回复了。真的还假的？高粱的哦。酒量这么好哦，有些人一喝酒他就缩起来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那鬼拢无气无声，他是很怪的。就敢若阮这届录音嘛是共款啊。阮拄到迄个制作人黄连玉黄老师，伊较早就甲陈升因斗阵录音，所以因伫录音的时阵就敢若伫录音室办 party 共款。共款。哎呀，所以这届伊就嘛是这款气氛带给我们。嘛，录音边录边啉啊。啉咖对啊。啉感觉袂歹，搁入去唱看卖啊。唱袂使，搁出来搁啉一个，大家讲啊，就放轻松嘛。有当时就啉啊就直接登去啊。啉烧酒醉啊。不过那你这个跟杨烈喝是怎么回事？大概阮录影都刷有无？想讲即个吼，爱甲创康一届啊，我就叫所有的人工作人员啊。大家哦，我就拢叫我个串通头家，你知无？迄酒内底高粱的空罐仔内底甲倒白开水，是阮啉。敢若伊一个人啉正港的高粱的。然后他说：“恁有 BP 哦，最毒妇人心。”喂。对啊。然后喝到一半，他就忙了。恁哪会搁好哈？恁酒量足好的哦。然后讲完说。无我看哦，办事无好，因为我若酒醉，我就足想要拍人，好恐怖哦！我甲你改啦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说，我来买单，我来安尼晃，嘿。结果你哥你慢行哦，迄规个吼真正无含的，规个人迄规担有无？人迄菜所有人拢共淹倒落，走不稳了。规个人甲踢裤甲鱼啊，规个拍伫遐。哎呦！拄啊，进前咱嘛有讲到什么于天于大哥嘛。你跟于天也大哥也嘛捌啉过嘛。安尼去呢？于大哥吼，做爱招我去迄落去迄什么几月花迄有。因为吼，伊大概吼，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吼，我拢边仔伊迄钱吼，伊也忙的时阵拢学白压。迄1000个当做100啦。你咧，你无当边仔扣？迄叫啥一步哦，一步消费。一步。就一大家本后吼坐伫个边仔就唔甘咩？就唔甘咩啊？后来你有冇捡啊？我想讲迄若好，我唔知要落。你当小妹，你就要在旁边捡嘛。你就要紧去换衫啊，换迄个开叉的对无？你感觉今仔日去输啊？伊就啉忙的时阵哦，伊会当做你嘛是小姐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是对的，因为你是为了大哥好嘛，后拜永健的教授，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钱还给他。你不一定要还给你，还给亚萍姐也可以啊。够还可以专业，不会啦，我到最后还是会等他发的差不多，可能剩下一半，我就自己放在口袋。不会，我嘛要去啦，你够卡扣钱。有这个机会，我甲你招。好啦，小酒者，所以我暗时6点以后我都无出门啊。但是于大哥啉酒吼，迄有较早伫咧秀场的时阵嘛，毋是拢会有当去伊唱的时阵，算去你甲伊算一下安尼，伊毋是定拢会甲人扒。对啊，对吧？哈。他只打男生，不打我们女生。对啊，我以前也常被打。对。但是伊拢会扎啦，你知影？扎啦。就是假的做点效果啊，那种。嘛袂啥疼，但是你唔爱拄到伊啉酒。啉酒啊！伊若迄工啉酒，迄真正会戆去，我无甲伊骗。迄真正怕呢。因为家己嘛是无法度扎啦。啊，对，啉烧酒醉啊嘛。那讲到家，讲到家，恁两个来合唱一首他们两个夫妻的招牌歌。真的。而且我们两个他应该是算是合作过的男生里面呢，最棒的一个。想要讲，你可是见人说人话。你有用过吗？你那怎样最棒？伊大概拢安尼啦，讲到拄到什么人？甲恁人比起来，你感觉？喂，你迄个比迄个。你这嘛是讲什么最棒啦？好啦，来唱迄个相逢夕阳下。来豆豆。我于天一里养。模仿会做跳的，拜拜。相
夕阳总相逢。虽然夕阳去匆匆，留下相思梦。我对你心意浓，是否你也和我相同？盼望你能和我同声歌颂夕阳红，但愿明夜再相逢。夕阳下情意浓。相逢在夕阳中，夕阳总相逢。小姐，虽然夕阳去匆匆，留下相思梦。你的微笑，你的微笑，像春风，吹进了我心中。那像是美丽的一个梦，快乐匆匆，从今后愿相守，夕阳下情意浓。恭喜咱，他的声音来学那个亚萍姐，是很像。亚萍姐的声音应该是很尖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安尼做成咧抬价咧啊？你唱歌唔是拢安尼？对。哦，那安尼意思，你讲亚萍姐唱歌刚才在抬价。哎，你根本都学不成。对啦，不，但是这个想要害我。亚萍姐特色的像那尖尖啊，还有一些抖音，有没有？对，很明显。像有一次我看她唱每首歌的动作都一样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。哦，这段绝对袂使互亚萍姐看到，互阮哪有看到吼？这个若是播报金钟奖，我看嘛是无希望啦。买啦，这段嘛袂使报金钟奖，嘎掉啦。我上这一集得罪是。应该太多人了，从今以后没有朋友了，当我的朋友嘛，我已经没有朋友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6点以后不出门，是因为我绝对不能跟这样的人出去，因为下次如果我跟他出去，后摆唔知上面这部都讲我的代志。我刚拍朋友那也高你啦，我刚刚也只有讲你骑脚踏车的事而已。哎，你卡称我对我是怎啥啦？哎，我这个我食水要安怎？我唱片内底甲伊合唱啦。啊，哎，你们2个有合唱啊？有啊，你出唱片，你出唱片噶？我出唱片，我个看刀，哎无啦，你个看刀，我演，你帮我看刀啦。你想了讲看刀，人讲足正经的，为什么一直在偷笑安尼？我那有双关语的。来啦，秀清跟唱另外一首歌曲，蔡小虎的《春夏秋冬》，来一起来欣赏。秋冬，一天过一天。